世界盃呢家嘢次次都話難忘，但係今年真係特別到離譜。你聽住，有個國家叫佛得角，人口仲少過香港一個天通苑，成個國家嘅面積細過北京，就係咁樣一個你喺地圖上面揾半日都未必揾到嘅地方。佢哋居然同奪冠大熱西班牙踢成0-0都算，最癲嘅係佢哋嘅龍門，40歲嘅阿叔嚟㗎，成個人身價得5萬歐元。5萬蚊歐紙，響香港買層樓嘅廁所都買唔到。佢對面嗰班西班牙球員成隊身價12億歐元，12億對5萬，你話呢個差距大唔大？結果呢個40歲阿叔企響龍門前面，擋到西班牙成隊波慶刀興合合，一球都入唔到。賽後你估點？呢個阿叔原本已經得5萬個粉絲，一夜之間變咗過千萬。你話呢個世界幾荒謬？另外咧，由對上2屆開始，啲人就成日講咩諸神黃昏，話美斯話C朗老啦，話呢批球星最後一屆啦，話以後冇得睇啦，啲球迷個個都話捱唔住夜啦，唔睇直播啦。結果呢，你睇下今屆美斯仲跑得，C朗仲跳得，嗰班所謂黃昏嘅人，一個二個生猛過你屋企樓下晨運嘅阿伯。佢哋嘅黃昏長過香港嘅夏天，你話佢哋老，佢哋就入波俾你睇。你話自己唔再熬夜晚，半夜3點照樣開住電視。所以話世界盃呢回事，你以為你睇透晒，其實佢永遠有嘢俾你。估唔到你以為賭波贏硬，結果輸到攤攤腰。你以為球星老咗唔得，結果佢哋仲跑得快過你追巴士。你以為自己唔會沉淪，結果撳咗第一下手機就撳到第2下、第3下。呢個就係世界盃最得人驚嘅地方，佢永遠有辦法令你覺得今次唔同，然後等你發現原來次次都一樣。現代體育呢個大盤早就唔係咩熱血夢想嘅故事，佢係一盤生意，一盤精確度，你個荷包入面每一分錢可以點樣被抽乾嘅生意。啱啱開打嘅美加墨世界盃，國際足聯夠膽將總收入目標定響130億美金，你冇聽錯，係130億。比4年前嗰屆足足多咗55億，呢55億唔係憑空變出嚟嘅，係要從每一個以為4年一次、豪一次啦嘅普通人身上一刀一刀劏出嚟嘅。你知唔知由波士頓去紐約睇波，平時12.9美金嘅火車飛，決賽嗰日賣幾多？150蚊美金，漲幅係1062%。你冇眼花，係1062%。你再諗下，如果你揸車去洛杉磯球場睇8強，想停低部車，成為300蚊美金嘅泊車證，300蚊，折合港紙差唔多2400。呢個價已經貴過山頂位張飛。最攞命係乜？傷殘人士車位都係呢個價，1毫子都唔會減。係資本面前，你坐輪椅都要貢獻一樣嘅剩餘價值。你以為買到飛就係贏家？今年佢哋玩動態定價，張飛唔再係飛，係股票，係期貨。8年前俄羅斯世界盃決賽飛1100蚊美金，今年官方一手價已經加到成10000蚊美金，二手平台直頭有人叫價230萬美金一張，230萬仲要係美金。國際足聯主席笑住話：如果有人俾得起200萬買張飛，我親自遞杯可樂俾佢。呢句說話你聽到笑，我聽到毛管動。佢哋講嘅係一個事實。呢場波根本唔係預俾普通人睇嘅，佢哋用天價飛，用1300蚊泊車，用30蚊一支水，將你我所有普通人堂堂正正咁拒諸門外。而家小組賽仲踢緊，距離決賽仲有成個月，但已經有人連小組賽都未打完就輸到乜都冇晒。經濟學入面有個詞叫沉沒成本，講得白啲就係我使咗咁多錢，我唔忿氣，我要追翻。就係呢種心理推咗唔少人落去萬丈深淵。今年有幾多香港人、幾多內地人搏命搶飛，捱貴機票、捱貴酒店都要飛過去睇波。官方數字話，淨係內地飛過去嘅預訂就突破咗10萬張。佢哋以為使8萬、10萬蚊人仔係入場券，其實呢個只係地獄嘅入場費，落到地先係戲肉。墨西哥城酒店貴5成，紐約貴9成。平時紐約一間普通到唔普通嘅快捷酒店，800蚊美金一晚，決賽日720蚊，未計強制收你2成服務費，實際成為864蚊美金，6200港紙一晚。但係真正讓人沉落去嘅，從來唔係呢啲使費。我講過真人真事，就係呢幾日發生嘅。主角係廣州做服裝批發生意嘅陳生，40幾歲，響13行租咗3個鋪位，一年生意額過千萬。
佢今次去美國，表面係睇波，實際上係避債。舊年佢同個拍檔拆夥，對方走咗佬，留低200幾萬人民幣嘅貨款要佢孭，銀行追數，供應商追數，工人出糧都拖咗2個月。佢老婆唔知咁大鑊，以為佢仲係嗰個風光嘅陳老闆。佢同朋友夾份買飛嘅時候，其實係想逃離廣州嗰種俾人追到上門的窒息感。佢同自己講，去美國散下心，返嚟再諗辦法。但係落到美國第一晚，佢收到銀行短信，佢將公司信用卡被凍結咗。第二日，老婆微信問佢點解有電話打嚟，屋企話你欠錢。佢話唔小心漏咗單，叫老婆唔好理。小組賽第一場，佢坐響球場入面，周圍係10萬個歡呼嘅人。但佢覺得成個世界得佢一個，熒光幕上面啲球星跑來跑去，佢完全睇唔入眼。佢淨係不停諗，返到去點算？200幾萬邊度變出嚟？隔籬位個朋友睇佢成日發呆，遞部手機過嚟，老陳玩2手放鬆下啦。陳生原本冇賭開波，佢連英超邊隊打邊隊都搞唔清楚，但佢望住朋友個手機屏幕，上面顯示緊一場比賽嘅即時賠率，旁邊仲有個滾球選項。可以比賽途中不斷落注。朋友話你唔識波冇所謂，買角球大細，買黃牌數目，純碰運氣。陳生問玩幾大？朋友撳咗1000蚊美金，2分鐘後贏咗800。陳生個腦開始轉，佢諗如果我可以贏到一筆錢，唔使多，夠頂住個月就得。等我去銀行傾掂筆數再還返。佢冇諗過發大達，佢只係想頂住先。呢種心態比貪心更危險，因為佢覺得自己係理性嘅。係暫時周轉，唔係爛賭。佢下載咗個 app， 第一次入咗5000蚊美金，半日之後戶口多咗12000蚊。佢開始覺得原來錢可以咁易揾，唔使同供應商斟茶遞水，唔使睇銀行面色，撳幾下就有。嗰種終於有辦法嘅感覺，令佢成個人鬆晒。佢甚至諗，如果每日贏到呢個數，唔使1個月就搞掂條數。但佢唔知呢12000蚊美金係個 app 送俾佢嘅餘利。你以為賭波靠眼光、靠分析、靠路邊社消息，傻豬嚟嘅你係同緊一部價值幾百億由華爾街精算師同超級計算機組成嘅絞肉機搏鬥。行業預測今年世界盃期間，全球合法同非法嘅投注額會毫無懸念咁衝破500億美金。500億足夠買起幾個細國家。你個3萬5萬蚊響呢個池入面，連一滴水花都濺唔起。現代博彩公司最中意今年呢種抗軍到48隊，多咗成40場賽事嘅賽制。點解？因為賽事多，就多咗40個收割機會。佢哋最犀利嘅武器就係補水時間。官方話係因為北美夏天熱，要保護球員，所以上下半場各加3分鐘飲水時間。你信呢3分鐘就係資本嘅黃金180秒。呢180秒廣告商抗 B 6億美金。但真正致命嘅係呢180秒俾咗全世界嘅手機博彩 app 一個完美嘅銷售窗口。你睇波睇到興合合，突然停低，你會做乜？你會撳手機，一撳就中計。個 app 會彈出幾千種盤口，未來5分鐘會唔會有黃牌？下個入波係頭槌定係腳踢？全場比賽角球係單數定雙數？呢啲賠率全部係 AI 根據頭30分鐘嘅數據，1秒鐘計幾萬次計出嚟嘅。佢哋精妙到啱啱好，令你覺得好似好易中，但係實際個勝率永遠低過你買6合彩。佢哋唔怕你贏，最怕你唔玩。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嗰日贏咗錢 ，AI 即刻記錄低呢個人對黃牌大細反應最快。佢連續贏2次之後會加注，佢輸到第3次會急躁。下一次你打開個 app， 佢彈俾你嘅盤口就係針對你呢啲習慣專門設計嘅。佢哋唔怕你贏嗰幾千蚊。因為大數據話俾佢哋知，一個賭徒由第一次贏錢到第一次大額輸錢，平均只需要17日。而家小組賽先剛剛開始，到決賽仲有成個月，夠晒時間。陳生贏咗12000蚊美金之後，就再冇去過球場。朋友叫佢出去行，佢話時差未適應，要瞓覺。實際上佢對住部手機，由朝早撳到凌晨。佢開始覺得球場上面嗰20幾個球員跑來跑去冇意思。有意思嘅係屏幕上嗰串不斷跳動嘅數字，角球數、犯規數、控球百分比，每一樣都可以變成錢。前日佢開始贏少輸多，5000、10000、30000，逐個單位咁消失。佢個腦把聲開始變，你唔可以輸，你仲有200幾萬嘅氹要填，你輸咗點算？佢開始加注，想一次過追翻。
由$1000一手加到5000，加到1萬。到琴晚佢入嘅5萬蚊美金全部蒸發了，佢望住個餘額零，佢坐響酒店張床上面，成個人發冷。佢諗起廣州間鋪，諗起嗰200幾萬債，諗起老婆同2個仔。佢原本係出嚟唞氣嘅，結果而家連唞氣嘅錢都冇埋。佢知自己賴嘢，但係佢停唔到，因為停咗就代表佢承認嗰5萬蚊真係輸咗，冇得追。而承認輸咗呢4個字，比輸錢本身更難頂。於是佢繼續撳，佢開始用信用卡過數，用香港張私人戶口過數。個 app 好體貼，乜卡都收，即時到賬，1毫子手續費都冇。到今日為止，小組賽先踢完第一輪，佢總共輸咗差唔多40萬港紙。決賽仲有成個月，但佢已經冇錢再買任何嘢。晏晝佢老婆打俾佢，話供應商揾上門搬咗鋪頭一批貨走。陳生收咗線之後，撳住部手機坐咗半個鐘，佢冇喊，但成個人好似俾人抽走咗條脊骨咁，攤響張床度，喐都唔喐。隔咗一陣，佢又撳開個 app， 個推送彈咗出嚟。今日賽事，英格蘭對加納，滾球盤口已開啟。佢望住個屏幕，手指懸響上面，呢個就係個陷阱最陰濕嘅地方。佢唔會一次過攞你命，而係一步一步，由玩下啫到追翻少少，到搏一鋪。等你覺得自己每次都係理性決定，但其實你行嘅每一步都係俾人預先鋪好嘅路。決賽仲有成個月，但陳生嘅世界盃小組賽第2輪就已經完咗。你可能問，點解國際足聯要搞到咁肉酸？乜佢哋唔驚冇人睇咩？就係因為越來越少人睇，佢哋先要揾止痛藥。你自己諗下，你幾耐冇完整睇完一場90分鐘嘅波？你係咪情願刷30秒精華片段？數據係殘酷嘅。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場均觀眾1.91億人，去到2022年卡塔爾跌到1.75億，全球通過傳統電視睇波嘅人8年內唔見咗6.72億，差唔多成個歐洲人口消失咗。年輕人已經冇耐性坐個半鐘睇0-0，呢個對國際足聯係滅頂之災，因為佢哋130億收入裏面有89億要響呢30日內全部變賣，其餘嗰47個月，成個國際足聯要靠食利息過活。當一個跨國機構面臨咁大嘅財政焦慮時，佢會點做？提升比賽質素？傻嘅咩？梗係揾最快最暴利嘅毒品啦！而博彩就係個 perfect match。國際足聯需要博彩嘅資金同關注度去填票房同轉播權嘅氹，博彩巨頭需要世界盃呢個 IP 去將成千上萬唔賭波嘅普通人變成長期賭徒，佢哋兩個一拍即合。至於足球嘅專業，普通家庭嘅存亡 ，sorry， 響份年報入面呢啲唔叫成本，叫代價。而家小組賽仲踢緊，決賽仲有成個月，陳生呢種人仲有千千萬萬個。正響度酒店房入面對住個 app 撳緊。小組賽第2輪剛踢完，美斯仲踢緊，決賽仲有成個月。但陳生已經唔關事啦，佢聽日嘅機票返廣州，但佢連酒店尾數都差啲找唔到。佢坐響酒店大堂等朋友幫佢找數嗰陣，撳開個 app 睇咗一眼，英格蘭對加納嘅盤口仲響度跳動，佢望咗好耐，最後熄咗個屏幕。朋友埋嚟話行啦，搞掂。佢企起身拖住個擊行出酒店，門口有班球迷着住英格蘭波衫經過，又唱又跳，準備去球場。陳生企響路邊望住佢哋，望咗一陣。朋友問睇乜走啦？陳生話行，但佢行咗2步又停低，轉頭望多咗一眼。嗰班球迷已經轉咗彎唔見咗，剩翻嗰條通往球場嘅路同埋沿路嗰啲世界盃旗幟。佢轉翻個頭繼續行去地鐵站。決賽仲有成個月，國際足聯仲會繼續收錢，博彩公司仲會繼續開新盤，球場入面仲會有10萬個人歡呼。而陳生呢，佢會返到廣州，面對嗰間俾人搬空咗嘅鋪，面對嗰堆追數電話，面對老婆嗰對失望嘅眼。世界盃未完，但陳生已經輸到離場。狂歡係暫時嘅，但賬單係永恆嘅。呢場資本同人性共謀嘅賭局，從來冇贏家。因為由你決定用賭博去對抗成本，去追翻損失嗰刻開始，你已經親手簽咗嗰張通往地獄嘅入場券。小組賽仲踢緊，如果你身邊有人撳緊嗰個 app 叫佢停，唔使等到決賽，因為到決賽嗰日，佢可能已經輸到連睇決賽嘅資格都冇。小賭不怡情，沉迷生慘案，唔賭先正係真嘅贏。歡迎關注戒賭公益頻道，益點點。
我哋希望用賭博嘅個案警醒嗰啲正在參賭、立志戒賭或已成功戒賭嘅人。賭場冇朋友，淨係得輸家；賭海無邊，回頭是岸。